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对了，我听张伟讲，你甲伊讨档案一个密码，对无？对啊，也毋过伊甲我讲，密码只有恁两个知影。需要密码的档案夹，内底藏的拢是一寡机密文件，我必须要确定是家己人，我才会予伊。家己人的定义是啥物啊？家己人的定义，就是爱对我忠心。你是毋是要问忠心要安怎证明？证明忠心的方法有真侪种，参像张伟，伊就替阮兜立真侪功劳，或者是关系正亲近的人，愈亲近愈好。你是咧试探我是？什么意思？机密的文件为什么要藏在你予我的随身碟内底？你敢毋是超工要试探我？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，我会用事实证明我是你会当相信的家己人。拄则讲的，我会用写好的给你，明仔载见。妈，你哪未困啊？我在等你呀。以后免等我啦，我即马拢中午才有下班。你的身体无好，应该休困时阵就紧休困啦。你最近哦，规工拢无伫的，我有一寡话想要甲你讲，我才会当放心。在陈俊清迄边上班有好无？真好啊！敢真是嘞？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办公室的同事，我原本拢足熟的，做的阁是我上喜欢的代志，免来毋好咧。对啦，互你看一寡相片。这是我甲同事做伙去参加收容所的开幕，翕足侪狗的相片呢，足够水的哦。哇，这是足高水的，哪会有人会敢要甲因放杀？毋是所有的狗拢想人放屎的啦，
有一寡是一出世就伫外口流浪，所以我甲俊清即马定咧斗相共宣传替流浪狗作业的观念。我拢袂记，阁有遮个相片，应该是嘛有睇到。慧敏，嘛知影你根本无法度放下幽莲，你即马安尼做，是伫牺牲家己幸福来保护咱饲家，敢有价值？我无感觉这是牺牲啊。政治是我上介意做的代志，幽莲一直无法度接受这点。我感觉阮两个早晚会分手，我这是较早面对现实。妈，我即摆对交朋友保持开放的态度，假使对象是俊清，安尼嘛真好，敢毋是？以前你甲幽莲做伙的时阵，逐工欢欢喜喜。你即马都无啥爱笑。妈，我即摆有新的目标，唯一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咱饲甲紧徛起来。也毋过好啊啦，我就忝的啊，想要休困啊啦。你嘛紧去休困啊，行啦。哦，好啦好啦。你好，借问一下，是毋是有一位张永莲先生住伫遮？敢会当请你替我联络伊？张先生拄好伫游泳池遐，你会当直接去找伊。哦，好，多谢。多谢。张永莲，你嘛是偌享受啊！你若知影我伫遮，切，家己留一条遮尔大的线索拢毋知影吼？好，袂歹嘛。我看你放假遮尔欢喜，逍遥搁快活，你敢知我伫公司有偌尔无用？我才拄开始放假。你莫掠准我一直倒咧遮无代志做，互你看一下物件。这是啥？我伊讲毋是甲詹姆斯唱歌啉酒醉，第二讲精神家己咧真偏僻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就伫这附近。啊？我愈想愈奇怪，我拢醉到安尼，哪有可能开车走遐远？搁是去一个我无去过的所在，所以这2天我沿路查，结果查到一间店，原来敢毋是去有录到我的车经过，这台车缀了后壁，所以咧，所以一定是有人开我的车，甲酒醉我等在遐，后来伊坐这台车离开，我应该是互陷害。张永莲，我开会的时阵，家己讲我怀疑你是互美互的陷害，只是想要替你讲话。迄天根本无美互的人在场啊，去唱歌只有你、James 甲叶冠华，哪有可能啦？你哪有遮尔好打？而且安尼做对伊也无啥好处啊。我嘛毋知影，也毋过我感觉无遐单纯啊。最顶头的车号是 ABI。然后敢是5？哎哟，根本看袂清楚，要安怎查啦？我会阁想办法，回弟，我一定会甲代志查好清楚。要毋过你即摆来到甲的饭店经了袂歹，无我嘛来大几工好啊。你应该对遮真实啊吼，拄好啊，带去洗洗。袂用诶，我等下就要退房啊。你搁要去啥物所在啊？阿嬷打电话甲我讲，有我搬转去啊，我要先转去看卖。张友我搬转去，
哪有可能？你咧讲生笑哦？所以我才要转去看卖啊，万一阮爸搁上去甲伊起冲突。好啦，我差不多要去款行李，准备退房啊。哦。哇，房间这么大间，拢会当开 party 啊！啊，有够舒适的。你伫遮放轻松，无怪你心情拢变好。好啦，我先去换衫。切！连这张相片嘛，早咧是我爱这个家啊！我去洗相片伤麻烦啊，直接翕就好啊。这肯真插梦呢，而且一直反光。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你在看啥？这张相片你创偌久啊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也该有一天要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这张相片你创偌久啊？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，这是遇见的歌词，嘛是咱以前上喜欢的一条歌。不过你敢无感觉真悲哀？我拄到你，确实是一个意外，变我一点仔都无美丽。你敢知影？我即摆若听到这条歌，我就无爽快，因为你甲我放杀啊！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感情是拢过去啊。可是遐拢是过去的代志，安尼你是安怎要藏这张相片，搁放伫办公室的桌顶，逐工看伊？莫阁讲啊！徐慧敏甲我讲，你一直不爱结婚，是因为你心内想有别人。所以迄个人敢是我？回去啊！哦，啊，这是啥？做过来要大的，这吼一定是替周明峰看的啦。哎哟，搁带这么高级的，家己的身体吼拢无得着急啦，规工甲烦恼别人的代志，真正是哦。
足香的。妈，你咧炖鸡汤哦？嘿啊医，生上爱啉你炖的鸡汤啊。哎呦，等下较冷的时阵，搁吸一碗互医生啉啦哈。妈，是安怎要另外带一鼎？你要摕去互相啉是？无啦，就迄菜车卖水果的阿瓜啦，伊最近身体无好啦，我就想讲厝边互相啦哈，我就订一个鸡汤互伊补一下。你真正毋是甲阿外伊冤家，讲伊卖水果比别人搁较贵，叫我莫去买，恁好好啊！哎呦，人咧做小生意的啦，贵就互伊贵一点嘛，无要紧啦，莫甲人计较啦。而且我听讲吼，伊最近有心啦，身体嘛无偌好啦，我才想讲炖鸡汤来甲伊补一下啦。伊毋是伫要50岁啊，搁有法度有心哦。哈，哎呦，我嘛是听人讲的啦，无吼，我先来去啦吼。哎呦，这个身体吼，真正足无准时的。我等遮尔久啊，阁看袂着人。妈，你哪伫咧遮？你无伫厝诶，走来遮创啥？我有伫替明芳阿姨看做画来中心，有看到一间感觉袂歹的，等下陪伊去参观。你哪会伫咧遮？你伫等人是？对。妈，你伫甲谁拍招呼？无啦，我着最近伫咧公园，甲人学跳啥物迄鬼步舞啊，哎呦，足歹跳的啦！我若受着，我着安尼跳一下，安尼，手着安尼哦，骹跳。你跳了袂歹呢，足高级的。我少年时阵吼，跳舞阁得冠军呢。是啊，哎呦，你毋是要甲这鸡汤送去互菜市仔的阿外姨？哎呦，伊今日无排单啦，我毋知有伊在食。对啦，你毋是讲甲周明芳约好啊？毋紧去。安尼我先来去啊，拜拜。哎呦！阿姨，这是我炖的红枣鸡汤，我全工为你炖的啦。顶头迄阵油我拢甲伊和起来啊。你爱加啉寡啦，免加大口啊吼。所以阿姨约我出来，只是为着摕这互我。对啦，这是2万块啦，你先摕去用哈。这2万，比恁囝搁较酷。多谢阿姨。对啦，你拄则嘛有看到啦吼。文玲即摆规工拢伫这附近安尼来来去去啦。以后咱见面爱较细腻咧，千万唔通互伊看到啦吼。也毋过阿姨，安尼会用阮忙偌久啊？我嘛希望我腹肚内宝贝后生出世了啊，会用逐工看到阿嬷甲爸爸。是毋是我话无想要离婚？假使是安尼，过去我带我的宝贝后生消失伫咧面头前。袂啊！哎呦，你倒位拢袂当去啦。离婚的代志是需要时间的啦。而且阮冠华是男方这边呢，就算讲要离婚啦，嘛袂当互伊掠到啥物头鬃尾啊，若无赡养费真正是麻烦呐。心弟啊，你是一个真捌代志的囡仔吼。为着囡仔的将来你着忍耐一下啦吼。对啦，这鸡汤拄炖好啦即马炭烧足香的我滴一寡，互你啉看卖啦
看起来老太婆敢若想要治囡仔，无想要互我入门。看，我就来甲恁搭看卖，看恁两个母仔囝敢搁甲骗我。来，你啉看卖。多谢阿姨。好啉哈，真好啉，多谢阿姨。爸，我回来。那遮紧就回来啊？因为我听讲友啊搬回来，就回来看卖，所以伊甲江玲姐确定要搬回来。抑个伊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友啊有心啊。因竟然真正变做翁某，有影乱七八糟。爸，因家结婚，你毋是无欢喜？既然有囡仔，就代表因真受感情。你嘛一直希望友啊搬回来，即摆安尼毋是真好？伊甲囡仔要搬回来会用的，迄个骗子袂当大入来。你唔互伊大，安尼我也袂大。家人家是阮翁，伊在倒位，我就在倒位。友啊，你莫激动。爸，即摆友啊甲江玲姐是正式的翁某啊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就应该带做伙。这话嘛是你真正讲过啊。你这么用我的话来反击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讲袂用的就袂用的。什么一家之主啊哈？这间厝是你上大心哈？即摆是要比老，是要比大声？比老我是比你较老哦，若要比大声，我比你较大声啦。阮，阿兄你回来啊？气氛哪会安尼哈？敢讲搁伫冤家哦？定安尼冤吼嘛，毋是办法啦。我看吼，咱来投票啦。赞成友啊，甲林健吼，住伫遮的人举手。我反对，迄个骗子哪会当住伫咱家？反对你的头啦！阿妈是讲赞成的举手，而且你也毋是张家的人，袂当投票。爸，拢是一家人，敢有需要母甲安尼？啊对吼，你真正毋是讲这间厝要留友莲，这你家己讲的哦。那呢，友莲就是这间厝的一家之主。嘿，友莲啊，你有赞成友啊甲林健住在遮吼？我当然赞成。对，你有听到啊？就安尼决定啊。随在恁啊，我无想要管啊。安尼就解决啊，日子。家厝卖掉，钱还我，我要搬出去。毋是江卡婷，哎呀，你是有关怎啦？卡苏遐拢是过去的代志，安尼你是安怎要藏这张相片，搁放伫办公室的桌顶，逐工看伊？秀慧敏甲我讲，你一直袂结婚，是因为你心内想有别人，所以迄个人敢是我？请你来。阿兄，啊，有啊。多谢你。多谢什么？多谢你拄则替我甲林杰讲话啊，还佫有进前，阮有困难的时阵，嘛是你摕钱来互阮渡过难关。想说若是无你，我甲林杰
唔知敢有机会行到今仔日。所以打算要行一个。我确实有想要行哦，也毋过你等我家厝卖掉，我才行你。甲你讲算笑的啦。也毋过，我真是感觉你变做济。变啊！变大箍。是你规个人的感觉，你即马互人的感觉真轻松、真自在，而且嘛较爱笑啊。无像以前，你敢若随时拢准备甲全世界相战。以前我确实真无快乐，无闲讨厌放杀咱的妈妈，一直带某的爸爸，还阁有莫名其妙甲咱变做一家人的文琪甲文玲，我甚至连你拢讨厌。无闲讨厌，我煞袂记啥物叫真正的快乐。当年佢的出现，甲你改变了。一开始是林豪，是互我知影情人其实无恐怖，我是有资格互爱。后来是林杰，伊互我学会晓安怎去爱人，甲我珍惜，享受即卖的每一秒。毕竟时间是袂等人呢。时间确实袂等人。时间有时阵嘛会带走真侪物件，就亲像我甲慧敏的感情，就是互时间带走啊。若要讲互时间带走，不如讲恁为一开始就无适合。至少我像你感觉啦。较早休困的，晚安。晚安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你的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该留下。廖主委，张理长，即摆慧敏已经是我服务处的助理啊。咱亲两家搁再合作结盟，大家以后都是家己人，以前无欢喜都可以过去。为即摆开始，希望会当搁合作。是啦，既然两位今日拢伫咧，就顺续甲两位讲一声，阮詹佩贤立委打算继续选后一届的区域立委，希望到时阵，请两位多多斗相共。慧敏啊，国雄兄今日哪无来啊？阮爸出院伫厝诶休困，伊甲事业交互我代表就好啊。支持詹立委连任，国雄兄敢有同意？我无同意。爸，咱这派做这么重要的决定，你若无爱来找我参详，家己就做主啊！即摆局势对咱持家不利，咱要甲咱家合作才会等于行落去啊。谁讲的啊？伊就是要趁这个时阵，甲咱都食掉。你哪会中意计啦？陈俊清，我甲你讲，立委我一定会选。大家来拼看卖，胜输胜赢也唔知咧。阿伯，何必安尼意气用事咧？慧敏考虑了真周到，只有咱两家合作，1+1才能超过2。我就是要甲恁詹家势不两立。我有讲过，我选到底，结果敢选得掉，我无要紧。咁安尼，恁手下的人，敢嘛是安尼想？国雄兄，咱甲詹家是不一定要合作啦。也毋过吼，你要选立委这件代志，是毋是搁考虑一下较好哈？是啊，选举吼爱开袂少钱呢。算袂当甲钱吼，直接等你去水底啊！而且吼，我阁听讲，
咱议员手头有你的一寡资料，安怎？会惊是无？这毋是惊唔惊的问题啦。好，莫阁讲啊！恁两个，我无法度管。回民，对我行。回民，爸，要走你家己走。我是为着乞丐未来，必须要有新的做法，迄就是甲展家合作。你的时代已经过去啊，请你莫阁插手这件代志。我支持回民。我嘛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拄则来讨论。来，大家坐。阮这边有一份竞选计划书，内底写甲真详细。假使恁有啥物问题，咱一概看完，最后再讨论。请你来。放假过来创啥？阿敏讲有文件真赶爱我签。相片呢？我放咧厝里。咱迄天话还未讲完，我问你的问题，即马敢袂当回答我？看来你无想要讲，好，安尼我就甲你讲，我真正想法。丢人，你若过得无幸福，我就无法度安心过我的日子。你莫安尼。你先听我讲完，假使你无甲饲回民好好。假使你无找到另外一个你介意的查某人，你会继续耽误我。你若无想要耽误我的人生，就请你紧去爱别人。若无，就较规气的甲我讲你心内真正的想法。若无，我可能会继续爱你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你若无想要耽误我的人生，就请你紧去爱别人。若无，就较规气的甲我讲你心内真正的想法。若无，我可能会继续爱你。这就是你的答案信。你拍算安尼继续多撇心？爸，小款，你妈敢有摕到？阿袂。这个小囝，甲因爸同款共巧。我会阁想其他办法。伊对我已经有较信任吗？讲遐尼好听，什么两家革命创造未来，
根本就是要伫这时阵甲咱老切掉，加早两个兄弟斗相共，胭脂出戏。爸，你先莫生气，搁啉了一段时间，等我来到咱家的头前尾啊，就是咱反击的时阵啊。你千万唔通意气用事，则袂无彩工。慧敏啊，你也较细腻咧，詹佩贤的心机伤重啊。而且这个詹俊清虽然介意你，不过我感觉伊的话袂当信。较细腻咧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喂，你好。有人，我是慧敏的妈妈。阿姆，你哪向来啊？敢要去我的办公室讲？唔免啦，在遮讲就好，惊耽误你伤侪时间。有人，多谢你。在阮饲家上落票的时阵，你若无离开，搁一直甲阮斗相共，真是非常非常感谢。我本来阁真安慰，想讲慧敏拄着你是一世人的福气，想袂到恁最后也是无缘，是伊辜负你。我替伊甲你回失嘞。阿姆，你莫安尼，咱先坐啦。感情是互相的，会行到分手，阮两个拢有责任。慧敏甲我做伙遐尼久啊，一直以来伊拢真委屈，凡说离开我。伊会当有更较好的发展。伊一心想要做政治无毋对，也毋过伊甲你分手，受不得已的苦衷，希望你莫怪伊。阿姆，你安尼讲是啥意思？慧敏发生啥物代志？自从伊甲你分手了后，无一天是欢喜的。我知影伊心内无法度甲你放下，就连你的相片拢留伫手机啊。虽然即马讲遮拢伤慢啊，也毋过我就是足烦恼，伊会互别人欺负。也毋过我这个妈妈偏偏阁无在条保护伊。有莲，我拜托你，以后毋管你甲慧敏的关系安怎，会当较食关心伊，甚至甲伊斗相共。我这个身体。唔知还阁会当挡偌久，我只会当麻烦你啊。阿姆，你放心，我会啦。今仔日的代志，你莫甲慧敏讲。我知影。多谢你，安怎先来走？有莲，多谢。阿姆，书记啊。哎呦，那会伫这个时阵卡互我，唔免上班，唔免无闲哦。你挂号啊未啊？当时要去病院啊？叶冠华，你打电话来就是要逼我甲囡仔摕掉哦。哎，我甲你讲，我巴肚内是你的宝贝后生呢。若是这个囡仔无啊，你就唔惊叶家绝子绝孙心。你莫阁甲我讲遐有诶无诶，这囡仔我无爱记，我会互你真心为带连咱两个遮尔侪年的感情，你莫阁甲代志舞大。安尼又阁安怎？囡仔讲要伫是我讲了准算，
若是了我生气，我就甲你的水某大人陈文玲讲，互伊较早看清楚你是毋正人。你莫阁威胁我！你去甲文玲讲，佫会当安怎？文玲的个性我足了解，我有把握会当按捺伊。假使你甲我拆破面，我保证你一仙钱拢摕袂着。你敢倒无？你敢倒无？啊？兄弟啊，莫甲钱卖得过，紧甲囡仔摕掉，紧摕钱，我是为着你好啊。阿姨，你明仔载要产检啊？有啊，我有闲，我会当陪你去。心好综合病院早起10点。好 ，OK， 无问题。安尼，咱约伫个病院门口口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小姐，你的物件袂记得摕啊？哦，多谢。心好综合病院10点。自从伊甲你分手了后，无一天是欢喜的。我知影伊心内无法度甲你放下，就连你的相片拢留伫个手机啊。丁伟，经济预算我对过啊，无问题。你替我看看卖。好。尊清，我要出去找一下资料。你去啦。你伫卡我有啥物代志是？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问你，敢方便见面？袂用电话讲，一定要见面讲是？我想要见面，甲你讲。好啊，咱约伫兴华附近的公园，我加了半点钟哦。喂，伟斌。喂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是？为什么是詹俊清？看起来阮爸已经甲你当作家己人啊。安尼你咧？你应该知影，我一直拢伫等你。
等你离开张友莲，等你愿意好好看我，为今日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啊！妈，你哪会甲伊做伙？我有心啊！巴肚内的囡仔是关怀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它飞得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沙发前的玫瑰等你发现。雨停了，看候鸟，它飞得再远，会有暖的季节再相见，还在同个地点等你出现。